今日暗时呢，伫台北有一场正特别的音乐会，表演者是一阵自闭症的音乐家，合作非常音乐家乐团。自闭症基金会希望透过音乐会，让大家看到因的才调。基金会也表示，真侪自闭症患者拢有真好能力，只是大众看无到，致使因较无机会入去工课场所。我们来到小小的山田，有雨淅淅浓浓的闪电。民歌手施孝荣经典歌曲《拜访春天》，替伊伴奏的是自闭症音乐家组成的非常音乐家乐团。这已经是第8届施孝荣参自闭症基金会合作演出。在语言或者其他的表达上面似乎有他们一些独到的方式，但是在音乐方面的能力他们那个专注度，还有那个整个的对音乐的敏锐性那个其实是我们这些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我是个早产儿，也是个星儿，但是我没有任何情绪上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太专心在音乐领域上的学习，而疏于拓展周遭的人际关系。这个乐团的创办人董文平是2个身心障碍者的妈妈，伊本身也是肺腺癌第4期的患者，伊望用人生上尾的时间创办这个乐团，让自闭症朋友通互相扶持。他们根本不太懂得如何与人际互动。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帮他们找舞台，其实他们要找到就业的机会是蛮难的。自闭症基金会表示，自闭症患者面临济就业困难，劳动参与比率长期以来拢较低，亲像今年只有27.04%。基金会这几年来呢，一直致力于提供各样的机会，来给这些孩子来展现他们无论是音乐或者是美术上的天赋。这摆音乐会票拢卖了了，基金会讲，真侪自闭症朋友拢有真好的能力，只是欠缺舞台。基金会望社会通看到因的能力，让因有更加侪机会通家己伫社会徛起。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